我相信今日嚟講咧 ，ADR 咧雖然升咁，但係港股係升唔到噶啦，因為琴日嚟講見頂第一日跌啦。咁啊，琴日朝頭早晨早啊，我喺經濟通咧都已經講咗一句金句噶啦，玩小鋪啦。琴日嚟講咧係全面走貨，全部所有嘅吉利175啊、1211啊，全部清晒倉噶啦已經。除淨之後第一日嚟講咧，你都睇到啦，比亞迪咧係升到上143蚊嘅，143蚊係咩概念咧？係等於咧係未除淨之前，大約係434蚊咁多嘅嚇。你要記住，佢仲要包出4個5毫幾呢個派息咧，仲有得收嘅喎。啊，加埋啲紅股，咁所以咧喺星期三佢最高嘅時間咧係等同咧430幾蚊啦。除淨之前嚟講，都曾經跌到落396啊，由396升到433，有冇可能唔沽貨啊？咁所以我哋星期三就全部清晒倉，連吉利都清埋倉添嘛。吉利亦都除淨咗啦嘛。琴日開你就算再買都好，你係冇呢一個2毫2嘅派息，亦咗冇咗呢一個吉利私有化呢個極客嗰方面嘅日價嘅。琴晚你睇得到啦，消息一出翻嚟咧，呢一個以色列咧係轟炸伊朗嘅核設施，咁呢一樣嘢咧係比較嚴重啲嘅。Donald Trump已經講明就係話佢唔干預，咁你唔干預咧就即係任得你打啦。咁如果你任得你打嘅説話咧，中東呢個風雲戰雲再起咧，我相信美股跌，港股都會跟住。咁啊，下一個關口你睇翻啦，就有機會咧係穿呢個24000點。